再来暗夜新闻的现场，拜拜太岁都近1年，高雄县政府团各大宗教团体，他们组成办了一场联合祈福追思法会，悼念罹难的同胞，也希望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同时希望喊响大家尊崇大自然。无私一滴水，涓涓成恩情。用水漂为有莲花池的水，当然是喜烟池。但是高雄县的各宗教团体领袖带领全场的信徒进行祈福，为台湾加油。但是对等参与拜拜在后中央祈福法会的灾民，还是无法度同救援防灾所造成的伤害填平合。阮咧装哦，迄嘛唔知影，一下一暗都呆了了去啊！遐着也无可能搁转去，遐落海了了，要去转去。很害怕哎，就是心里还会想说毛毛的，还会有一点毛毛的，还会想说这次不知道还会不会有那个灾难来。一朵百合花象征了他们内心。一场百年最大的天灾，喺短短的3日之内，就落嘅3000毫米嘅雨水。根据内政部副政司到今年2月的资料，去年全台因为拜拜风灾死亡的人数高达677个人，大体身份罕见抗人的有25件，失踪的有22个人，合计724个人。按多人员损失，除了崩溃到家庭、家破人亡，嘛提醒嘅民众爱尊重大自然。下个新闻10分之，高雄报道。